八八风采重创台湾，將當地人的家人打敗強強，遇到突然入到再起拍紀錄片，除了紀錄風采之後，呼吸馬家的狀況，也呈現在面，讓人演起，讓人重建信心。將文化部推動語文建築培訓計劃，還有嘉義茶農到風采之後，將茶產業轉型，用自然農法來種茶的紀錄片。對八八風采滿3年之後。從鏡頭當中來呈現的，唔單止係悲傷的畫面，係點都看到幾條旺盛的生命力，讓未來無限的可能。每個家組織力從後面衝到前面。3年前，莫拉克風采帶來嘅台風大雨，海高雄少林村嗰一種嘅面槍槍。投亞之前，紀錄片導演用演奏，就是投少林村翕紀錄片。我其實因為就覺得還蠻難過，就是1個禮拜前我拍的人都好好的都在，可是風災一下以後，全部的人都不在。那所以我自己本身那時候有很多人找我談說要拍八八風災案子，我全部都拒絕掉這樣。17到9年文化部今年呢派46個藝文團體入去在地，導演用演奏彰顯在工業片拍紀錄片，記錄一項在後藝文批判計劃。5、6、7，用力！小朋友同運動平衡存在男生，我準備3來嘅節目考場，一見對台南化時期，實在2點鐘爭起嘅到位水風國小，全校爭26個學生嘅，唔過都係講全校總統員來參加藝文批判計劃。其實對小孩子，以你說做請一個教授、一個專家進來做什麼很專業的心理輔導，這個東西會比那個心理輔導可能會來得快，因為小朋友他會忘的。一條彎彎八八的山路，以下係上架，以下係下架，雖然講唔係一好行，不過也就係第一條野道水風國小的大路哦。見到到北風采落喺依家下，也嘅路可能就會斷起，也捱波下位呢，就會行一個長的大路哦。你的交通是非常不方便。那小孩子的話，他們其實到外面去的機會很少，啊，不像都市小孩，可能他隨便可能家裡旁邊可能就是文化中心，可能就是什麼藝文館。同樣未係用影像來記錄，投影唔平開，擺喺3年持續翕嘉義梅山鄉大埔茶期嘅茶農，土北風采過後，經過為推山古一茶葉並講錄音，應用一種茶產業來轉型。其實幾多年會面到講嘅重建2-3年呢，都在完成嘛嘅啦吼。從一個雖然講土地嘅利用者變成一個土地嘅舒服者，吼種態度嘅種轉變啊，面到很多。重建高尚地位最值得看到的一件事情。風采過後嘅3年，也到載面天天嘅行出上通，紀錄片表現出也到載面同藝文化通當中潛在嘅效用。客家茶農改用自然農法來種茶，唔但將載面以為正面嘅鼓勵。未見證嘅人類對大自然帶來安泰嘅夾子，希望為同其幫助一種力量，為發展出未來無限嘅可能。客家節目林建耀、黃小康、吳思怡。